濕氣重，點解會濕氣重呢？嗱，肯定係呢排又焗又熱，空調風扇吹得特別多，冰凍奶茶西瓜又食得特別多啊！嗱，一唔小心呢，成日都會肥哩肥哩屙肚仔啊！有咁樣情況嘅呢個視頻啊，一定要認真收藏起身，慢慢睇啦。俗話講，紫蘇係個寶，夏天呢，紫蘇同紫薑啊係絕配嚟噶，可以好似我咁做一個老一輩流傳落嚟嘅養生界天花板飲品——紫蘇泡薑。嚟，開工開工！首先呢，煮一煲滾水，放入呢個洗口嘅紫蘇葉，加入50克嘅冰糖、50克嘅食用鹽、150克嘅白醋，中火煮佢20分鐘，煮到啲冰糖呢融化咗，顏色啊變咗紫色就得噶啦。時間到，我哋呢將佢個湯渣過濾出嚟先，然後呢我哋將佢攤凍備用。趁住呢個時間呢，我哋將去好皮嘅紫薑切成薄片。朋友們，康哥呢每日都會分享一啲特色嘅養生小妙招啊！如果你都中意嘅，記得點個讚，留個關注，以後有需要嘅時候呢，就可以揾得到我，用得着啦。唔該晒啦！切好之後呢，我哋準備一個無油無水嘅罐，然後將切好嘅薑片放入瓶中，倒入放涼嘅湯汁，記得喎，需要抹個紫薑啊！然後呢，扣蓋密封好，放冰箱呢或者陰涼處保存佢2日就可以食噶啦。呢個呢就係紫蘇泡薑啦，係好多老一輩嘅養生食法啊！學識咁樣做啊，好似花錢呢都買唔返嚟噶。紫薑片呢又香又辣又好食，用嚟送飯呢或者當零食，美味又健康啊！薑湯呢用嚟泡水都係清香好飲啊！呢個呢就係老一輩流傳落嚟嘅紫蘇泡薑啦，酸辣開胃，爽口又好食啊！學識咗記得啦，轉發俾親朋好友，等佢哋都一齊試一試啊！